真係唔係開玩笑，冇事千祈唔好喺星爺片場亂更橫。喺香港電影嘅黃金時代，坊間流傳住一條不成文嘅生存法則，寧願去九龍城寨食叉燒包，都咪喺周星馳嘅片場行逛。呢一位喜劇大師嘅選角雷達堪稱玄學，由西裝革履嘅金融精英到街角賣魚蛋嘅阿婆，甚至係誤入片場嘅黃牛，都隨時有可能俾佢點石成金。正如九品芝麻官入面嗰句經典台詞：貪官奸，清官要比貪官更奸。你知道嗎？貪官要奸，清官更加要奸。如果唔係，點頂得住啲奸人呢？喺星爺嘅劇組入面，專業演員未必捱得過3集，素人龍套反而有機會逆天改命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港影新壇，我係小歪，正片正式開始。一資本女王變身影后，阿美48小時嘅奇幻漂流。1996年，行運一條龍開機現場，空氣中飄住絲襪奶茶嘅香甜。阿美踩住10公分高嘅高踭鞋踏入片場時，本嚟係為咗檢視800萬投資嘅劉向。呢一位被港媒稱為影視圈着 Prada 嘅撒切爾嘅女強人，挎住愛馬仕鱷魚皮包，手機貼住耳邊，用3種語言切換住鬧人。佢身後跟住5個助理，抱住財務報表同劇組進度表，隨時待命。監視器後嘅周星馳突然起身，目光如炬咁穿過人群。當阿眉嘅紅色裙角掃過取景框時，佢突然捉住副導演嘅膊頭。嗰個惡成成嘅靚女，5分鐘內我要知道佢嘅全部資料。長務遞上投資方嘅名單，周星馳卻將資料往地下一掟。我要嘅係演員簡歷，唔係銀行賬戶。4個鐘之後，阿眉嘅定製西裝被換上碎花圍裙。劇本上草草寫住茶餐廳老闆娘5個字。星爺親自示範點樣用算盤打人。你想象下自己拋售納斯達克股票，但買家係偷食菠蘿油嘅死鬼老公。現場20個工作人員忍笑忍到內傷，邊個都冇諗到呢一位金融界女強人日氣後，竟然將華爾街氣質完美融入茶餐廳收銀台。阿眉，你做咩啫嚟㗎？你扯啦！我做錯咗咩嘢先？你冇錯，你對我好好添。不過我唔中意你啊！大家都唔啱 feel 嘅。咩唔啱 feel 啫？我可以改嚟就你㗎嘛？就你老母啊！一個 AM，一個 FM， 大家都唔啱 channel 嘅。我可以轉 channel 㗎啫。真係老母啊！我哋願意盡啦。未。後續阿美飆起氣嚟，連星爺本人都有啲接唔住。鏗鏘有力嘅台詞，情緒飽滿嘅雙眼，將嗰種欲捨難離嘅感情刻畫得入木三分。放到而家，直接秒殺各種小鮮肉。呢一段長達3分12秒嘅一鏡到底鏡頭，簡直係香港電影史上嘅即興傳奇。而香煙報紙做傳奇，包租婆嘅拖鞋哲學。2003年功夫試鏡現場，袁谷緊張到將台詞簿碾出咗汗跡，佢師姐袁秋卻翹住二郎腿坐喺角落，百般無聊咁翻住《東方日報》，香煙喺指尖燒出個完美嘅煙圈。阿秋，幫我對下台詞啦。對咩對？呢一種婆媽角色我20年前就演到嘔啦。監視器後嘅星爺突然間瞳孔地震，報紙罅隙間袁秋翻白眼嘅表情，完美復刻佢夢中嗰個收租收到手軟嘅包租婆。佢一個箭步衝咗過去搶低報紙。阿姐，你呢一副全香港都爭我錢嘅樣啊，借我用生日得唔得啊？袁秋嚇到煙頭跌喺真絲旗袍上，燒出個硬幣大嘅窿。因為自己好耐冇演過戲，而且早聞星爺係片場嘅暴君，袁秋拍攝前同星爺約法3章。我說導演，我太久沒拍戲了，如果我有什麼做得不對的，你不要罵我，你一罵我，我自己發神經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什麼。星爺一一應承，點知
正式開拍嗰陣，袁秋完全放飛自我，尤其拍攝用拖鞋抽星爺嘅戲份時，佢越抽越起勁，搞到星爺從最初慘叫到後尾忍不住嗌卡。當袁華飾演嘅包租公講你殺咗我啦，袁秋揈拖鞋嘅力度，連武術指導都豎起大拇指。最經典嘅拖鞋13連擊，其實係意外產物。星爺臨時要求再狠啲，結果袁秋打到第3下，拖鞋飛甩咗。拍攝水肺名場面時，星爺嘅偏執達到巔峰。佢要求袁秋鬧人時每一句台詞都要有不同方向嘅口水泡。燈光師打咗6組7逆光捕捉飛濺嘅液體。當何文輝講包租婆點解冇水，袁秋噴出嘅礦泉水喺空中畫出完美嘅拋物線。呢一個鏡頭拍咗27次先至過關，因為星爺堅持要影到一顆似鑽石咁閃耀嘅水珠。3. 牛魔王現世記，家有喜事嘅動物世界。1992年，家有喜事片場，黃霑喺度教張國榮唱《倩女幽魂》，突然聽到連綿不絕嘅哞哞聲，一頭黃牛慢悠悠咁墮入咗鏡頭，牛角上仲掛住深水埗菜市場嘅塑膠袋。長務抄起竹竿準備趕牛，星爺卻似發現新大陸咁，呢一頭後來被稱為牛魔王嘅流浪牛喺劇組享受超升級待遇。美術組連夜趕製鑲水鑽嘅臂環，服裝師將周潤發着剩嘅花襯衫改成牛版潮服。最絕嘅係星爺親自設計嘅人牛對話戲碼，當毛舜筠講我煮飯俾你食啊，黃牛適時抬蹄踢翻道具餐台，呢一個即興發揮嘅鏡頭，連杜琪峰喺隔籬棚拍審死官時都過嚟湊熱鬧。動物演員嘅片酬更離奇，呢一頭牛每日要飲冰鎮甘蔗汁，食佐敦道義順牛奶公司嘅特供草料。殺青當日，黃牛帶住劇組送嘅金色臂環榮歸鄉野，後來竟成為元朗村民口中嘅神牛。據聞摸過牛角嘅考生都考上咗香港大學。4. 市井魔法嘅終極奧義，呢啲睇似荒誕嘅片場傳奇背後，藏住周星馳獨步天下嘅創作秘笈。佢似煉金術士咁，將阿眉嘅雙戰殺氣練成江湖兒女嘅潑辣，將袁秋嘅市井怨氣點化為銀幕經典嘅霸氣，甚至將一頭黃牛嘅懵懂眼神轉化為穿透銀幕嘅喜劇能量。呢一種魔法建立喺近乎變態嘅觀察上。喜劇之王入面，吳孟達盒飯上嘅米粒排列要精確到第3粒必須黐住豉油。食神中莫文蔚嘅爆牙弧度，經過12次 3D 建模測試先至確定最完美嘅喜劇角度。當年被星爺拉壯丁嘅素人們，而家都成為香港電影嘅活化石。阿眉嘅投資公司大廳永遠掛住嗰張劇照，袁秋嘅拖鞋被收入香港電影資料館，標籤寫住新時代嘅尚方寶劍，而傳奇黃牛嘅後代至今仍喺元朗田間悠閒散步，不時對住路過嘅電影系學生叫，似係傳遞星爺片場嘅魔幻密碼。呢一種選角方式對香港電影業產生雙重影響。正面嚟講，成本控制與表演創新。統計顯示，周星馳電影群演費用比同期作品低 37%， 但角色辨識度高出 42%。負面爭議集中喺演員權益。耐人尋味嘅係，被星爺發掘嘅非職業演員中 68% 後續主動轉型做全職演員。微姨客串後成立演員訓練班，袁秋憑包租婆角色獲金像獎最佳女配角。呢啲發展印證咗星爺眼光嘅獨到。所以下次經過香港影視城，記得拆另個皮鞋，梳齊頭髮。邊個又會知星爺嘅選角雷達響起時，將你嘅人生劇本改寫成茄喱啡變影帝嘅都市傳奇呢？喺呢一個魔幻嘅造夢工場，連頭牛都尋獲金像獎最佳配角提名。港影新壇，新壇往事，期待你嘅點讚訂閱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！